厝愈厝，这般这般，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四面大望舞，敢是人间？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清清南风朗朗明月，看无缘灯，看看的平原，静静的海岸，天青悬悬，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桃园妈祖新村有一位少年头家朱家晶，伊伫兰屿拍片的时阵，发现因菲律宾母亲的族群源头，嘛，互伊找到伊甲妈妈中间的归属甲自信。为着帮衬更较侪新二代，伊开始推动大家重新认捌新二代，嘛甲阿母做伙经营一间南洋餐馆，希望透过阿母的手路，互更较侪人认捌菲律宾。今仔日，咱就来到一间餐厅，来看伊甲妈妈安怎做的。桃园妈祖新村嘛，号做桃园将军村，因过是国军眷属大的庄仔头，这几年有整理过，变成真侪少年人休假的时，甲伊来这踅踅行行的文化景点。来，欢迎。这边解释餐厅，好，谢谢。这间店是家晶甲菲律宾妈妈去年开的，店名哈罗南洋餐馆集会。其中哈罗菲律宾语是透南的意思，这表示讲无同的族群文化拢会当合作伙。因为疫情的关系，资本伫菲律宾的阿爸嘛留落来斗相共。伊去年的2月底开始到即摆，我拢无法度出国嘛，所以阮某讲这就是阮斗阵上久的一届，所以讲变成讲家庭的气氛感情更较好。我是希望讲所有的人客来到遮的时，我感觉哇，这个环境足舒适的。咱拢无用家己的事业，咱都袂去了解讲菲律宾倒位有啥物特色的物件，去年阮要开这间店进前的初化期，阮有满试过去找一寡因的艺术品，你像这嘛是因遐的艺术品，炸转来，对，这因遐做的。艺术品嘛。对。搁有一寡。你像讲因的这个窗帘啦，用贝壳做的，因的这个面纸盒啦，用贝壳做的，因的丝巾嘛有用贝壳做的，搁来有一寡因的包手提包是用啥呢？用咱的纳豆叶落去做的。纳豆叶啊？嘿，纳豆叶啊。这边嘛有纳豆叶啊？所以因遐有用纳豆叶拢做足侪这个艺术品的这个手提包。搁有用这个咱的迄个牙齿叶啊，伊落去做编织，像咱的这个酒馆啊，伊甲编织一个提把，所以做起来拢足水的，所以我若有当时过去，我都会炸一罐酒转来，就是用迄个用物件落去做编织转来安尼，看起来足水的。到底为安怎煞聊落去兰屿拍纪录片？这个原因可能无啥人知影哦。台积电的青年圆梦计划有去啊，所以去的是做研究的是，伊就是去兰屿、红头树遐做这个兰花调查，本来我是足反对的啦，
咱坦白讲，一个查某囡仔要安尼四过安尼老实吼，我真正足反对的。但是伊讲伊这也无做，迄也无做，问伊要做啥？吼，伊已经有去啊嘛，所以讲我嘛是陪伊去难事，互伊去了解讲啊，其实你要做这道无遐简单。Kaya gusto kong sumama sa kanya. Una parang mayroon makatulong sa atin kasi pag ano sa mga anak ko. Swerte ko yatang maano. 因为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参加台积电的青年逐梦计划，然后到兰屿去拍摄关于兰花的纪录片，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原住民的语言跟妈妈的菲律宾语其实很相似，而且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交流。会当请教一下，会当讲几个字啊？吼，是同款的所在。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因为我所会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单词，那像他们的1到10跟我们的1到10就有一点点相似。教阮观众朋友几句好不好？好，我们的1到10叫做Isa、Danla、Dato、Abat、Lima、Aning、Bito、Walo、Sia、Sambo，就是这个1到10其实跟兰屿的1到10是蛮相近的，然后他们也听得懂我是在数1到10这个数字，所以就是我在做纪录片拍摄的时候，常常会跟当地的年轻人就是进行语言的交流，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爸就是在从事兰花的这个贸易嘛，那因为妈妈是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所以其实我们家的经济重担都在爸爸身上。然后当时我也是想说，因为我爸长期来回台湾跟菲律宾，然后我觉得，像我第一部纪录片是拍兰花，也是因为希望透过兰花这个去更了解爸爸。那我当时其实最初的想法就是想说，可以透过兰花去了解爸爸，好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就去拍了这个纪录片。因为我第一部片是在拍兰花，那也因为就是在拍兰花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语言很相近，然后也认识到了一个新住民，然后他跟我妈妈一样来自菲律宾，然后他很想回家，却没办法回家。然后我当时就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就觉得说，如果还有这个机会，我想要再拍第2部纪录片，然后带着这个新住民回到兰屿传说中的就是巴丹岛去看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重新的去认识妈妈的家乡，然后也帮助另外一个新住民圆梦。妈妈敢有看过你翕的影片？伊感受是安怎？他每次看每次哭，就是每次哭的最惨的都是我妈妈，因为我们的那个影片需要上字幕，那有一些其实我们讲的是菲律宾语，然后妈妈就协助当翻译的这个角色，然后妈妈每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她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因为我是在记录一个新住民他返乡的一个故事，其实跟在台湾的很多的新住民的家庭处境其实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每次回去都很像在等待一个机会，钱存够了，然后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探望亲人，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你主要会用什么款的形态来表现出来？会当介绍你较早要做过的活动哦。我其实做过蛮多事情的，就是最开始是透过纪录片嘛，那我拍2个纪录片，然后因为我是学视觉传达设计，所以我也会善用像是展览啊、活动等等的形式，然后让大家对于新住民的文化或者是对于新二代的想法有更多的认识。那我现在的话也有在主持广播节目，然后可以用
声音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故事还有生命这样子。另外，咱知影新住民伫台湾已经有40多万人啊。你认为啊吼，新住民伫台，因斗阵起来，要甲因凝聚起来吼，你想要表达啥物，互大家了解到，恁伫台湾社会已经是一部分啊嘛，应该爱做啥物，或者是大家爱如何来熟悉恁？因为其实我们这些新二代，我们其实从小都在台湾长大，但是其实，在像我这样的年纪，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妈妈母国的这些语言啊、文化啊、饮食这个部分，在过去的教育里面其实是还蛮缺乏的。那当我们就是年纪越长越大之后，我们也会想要去更了解妈妈的家乡。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重要，就是对于这个身份或是对于这个文化的认同，我觉得是重要的。当初爸爸有讲到，你一开始要去菲律宾，伊就烦恼你的呢。其实我的父母亲都还蛮反对的，因为他们就会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像个正常的学生，就是在学校里面好好的完成学业。可是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计划，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人，还有不同的族群，我就觉得对于文化这一块其实非常重要，就是文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过去好像都比较没有去谈。然后我的父母亲他们虽然很反对，然后但是我会试着让他们参与在我所关注的事情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完成。自古以来，台湾就有足侪来自全世界民族，为上早期的荷兰、西班牙、日本，到这几年的中国、东南亚。这个土地顶悬，世界拢有各国认证的脚迹。一寡伫台湾定居的第二代，面对台湾的文化，有甚物款的愿望？对于母国的种种，又阁有甚物款的思念甲想象呢？一寡来自异乡的台湾新二代，活出足无共款的新人生。虽然是拜五，不过一直拢有人客入来。妈妈无用咧做料理，一直到过昼才有闲甲阮介绍因的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在梅亚那边买的，我老公买给我女儿自己带的，所以这个是那个摆在这边而已，就是哇，很漂亮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有的从菲律宾带回来的。对，我自己挑的，自己。这个就有特色，对不对？对啊。这个是椰子壳。对，可以放那个花啊，放在这边的花盆，那个吊起来。可是我们就在这边呀，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巴拉湾那边买的。哦，巴拉望的。嘿，我女儿爱买东西。菲律宾最南边的巴拉望。对，巴拉海边。望，哇，这很漂亮。是因为我妈妈是那个巴拉湾的人。哦，所以巴拉望的。对，因为想说我妈妈很久没有回去巴拉湾了，我想说啊，梦想给妈妈一个梦想，就回我女儿当女儿就可以回去，就可以回去。给我带我姐姐。妈妈，请你介绍一下这物件好不好？介绍一下。这个是那个我在那个布拉盖那边买的，那个布拉盖一个岛。布拉盖。布拉盖。哇，这边子就水了哈。来，过来，这是什么物件呢？这摆同款嘛是布拉盖买的吗？不是也是一样，我女儿爱买东西的。刚才这个物件有别个用途，别人那个是那个我女儿的朋友送给她的，那可以放东西。哦，给物件。但好像是也是在菲律宾买的。菲律宾嘛，这边啊是在菲律宾买，嘿，对。哇，这真水呢。对呀。我看到我女儿看到就是想说啊，妈妈，我想要买这个，在店里这边。这个是我女儿最很爱吃这个，所以想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味道了，所以想分享给大家。牙鸡看嘛，我看到这是什么物件？这个是菲律宾的玩具，我们小时候的，我就我看到那一天，那时候我们去买的时候，我看到就一定要买的。妈妈升级，
我去买玩一下。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的，妈妈伸口来哦。嘿，这样的，然后脚胶放在这边啊，我很重哦，然后就这样走路的。这个也是啊，菲律宾的玩具。真侪物件拢是你参爸爸去菲律宾带回来。对对对，我们有去菲律宾就去季景，那个拖鞋也是啊。这把是哦。哎呀，这个是菲律宾的拖鞋。哇，我看到我姐姐穿这个鞋子，我就想说，姐姐你买的那个鞋子好漂亮哦。她说啊，我那边买的，结果我那边还3个小时，要去那边3个小时。菲律宾的料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菲律宾的比较爱放那个醋，那个荆棘，柠檬也可以。就是比较很爱放那个酸的，对对对，就有很多东西是我又放那个醋。哦，所以菲律宾很像那个我们的烤肉也是我又放醋。真的嘛？我们的地方那边比较爱放椰奶，什么都要放。跟泰国像。很像是椰奶跟酸的嘛，哈。对对对对对，哇，菲律宾料理来啊！妈妈，菲律宾料理嘛。对对。这半。这个是那个猪耳朵的，然后放猪肉，然后放荆棘，放酱油那些，叫做什么 ？Sisig。那它也是我们店里的招牌，我们称它为菲律宾的国民美食。国民美食 ，Sisig。甜遐个猪巴肚肚的。这粒吧是金桔噶嘛？会当介绍菲律宾料理的特色，好不好？这个的话是咸猪肉，那它比较特别是它是用那个鱼露下去腌制的。那它吃起来会偏咸一点点，比较特别是它要沾荆棘柠檬来做食用。哇，妈妈很喜欢用荆棘，对不对？对，为什么？对，我不知道，菲律宾就很喜欢有酸的，有醋有荆棘，就是一定要放的。鱼露跟那个荆棘，然后去腌制嘛，对对对。所以酸还有那个就是它的酱料很特别。对对。所以一定要来这边吃吃看妈妈的煮的菲律宾料理嘛，哈。妈妈她就是在家里本来就会做一些菲律宾的特色菜，然后我自己像我去新竹读书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念这些特色菜，然后就会去像是自助餐店用餐。我就发现其实，在台湾各地，其实菲律宾的餐厅非常少，大部分都是自助餐的料理。台湾人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块，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我很希望跟我的家人一起，然后让更多的台湾人去认识菲律宾的一些特色料理跟文化。家长甲阮讲，伊细汉的时阵上爱缀妈妈来踅中正市场，因为伫遮会当看到真侪东南亚的烹料。像这是什么物件？手机、素薯、手机。啊，这些是不是菜的？这茴香啊。茴香。哇，这要安怎煮的？云南的。这云南的嘛，吼，云南的这两上好食。啊，这个是较特别的嘛，吼。这水香菜。水香菜，台湾敢有？哦，所以伊要安怎料理呢？云南人过来的。啊，对云南来嘛，云南的嘛。哇，这种是恁对家乡来嘛？头家你倒位啦？我要云南。云南嘛，啊，这是什么菜？这是那个七叶兰。我就是古菜，七叶兰嘛，七叶兰。老板。想要买物件？你为什么恁？别讲啊！哈，拢会晓讲。别讲啊！我讲得真好啊。你多讲啊，台语别讲。哦，袂歹袂歹。我这是做 curry 啊，哈 ，curry 啊，咖喱啊，哈 curry 啊。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的。刚刚煮那个米跟那。哦。长米煮起来变安尼，真好食款哦。长米这是印度的长米啊，这是咖喱。对于马祖新村到无介远的中立车头的商场，这互在地人或者是小东南亚。这已经是一个有历史的旧社区，就是你若只要小注意一下，你就会当感受到这充满生命的活力。当初这是有小瓦近的中立甲右西两大工业区，引进大量的外劳，伫这个所在定居、结婚、生囝，
但是嘛有真侪人无法度把家乡的种种放袂记哩。就伫这附近的隔壁巷仔，嘛有一间新住民的文化会馆，嘛会使感受到无共款的东南亚文化。伫即个桃园的后火车头有一个外号对无？对，叫什么？小东南亚。小东南亚，嘿有什么特色呢？因有做个商店啊，有泰国的小食部，嘛有越南的河粉，菲律宾的商店，印尼的自助餐拢嘛有。上特别的可能就是讲有越南形式的服装店，甲洗头毛的店拢嘛有。阮是每一年拢有办一个生活适应班，就是讲伊礼拜台湾5年以来的新住民，阮邀请落来，就是讲为要安怎借 U bike 啦，要安怎申请信用卡啦，要安怎坐公车啦，要安怎去图书馆那个借书啦，这阮拢会当改教。包括着辅导伊的身份证取得，对，或者是健保、看病等等的台湾社会适应问题，对无？对。有一届啊，就是有新住民打电话来讲，伊甲因大家相拍，原因就是因为伊甲因兜的新名请落来涂骹，结果大家想讲，阮兜的那个新主爸为什么囥伫涂骹？结果就是讲越南因的土地公是囥伫涂骹的，因为感觉讲。新名跟涂骹是要有连接的，对。可是就变成讲，因大家有了解，所以讲两方面讲不清楚就冤家啊。所以嘛有文化差异的冲突。对。好，来，敢有化解？当然就是讲大家讲伊毋是故意的啦。哦，大家嘛原谅伊啦哈。当然是要原谅啦。阮新住民文化会馆有提供真侪服务嘛，有的时阵毋是新住民来找阮，而是伊的家家。来问阮讲，我要安怎斗3工，我的新妇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身份。这时阵，阮就会甲伊解说讲，符合年资啊，若是符合年资以后，可能爱考试啊，无是就是要上课。所以这个时阵，我嘛会做感动讲，大家会想讲，爱斗3工新妇来取得台湾国籍。阮是希望讲吼，桃园的新住民朋友会当甲阮遮当做是一个后头厝啦。今年年尾的时阵啊，我想要开一个课程啦，就是讲教新住民要安怎拜祖先。拜祖先。就是你的神礼要安怎拜，最搁爱几项，有啥物祖先袂当拜金蕉，我爱甲因教这的代志。新二代这个名是安怎来？其实应该互新二代家己来讲。因为台湾400年来，有真侪族群伫这个土地生活，无同的生活经验，立即做即卖台湾。所以，不管是倒一个族群，拢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咱拢是台湾人。